喺通過觀走神同埋緊盯嚟到訓練自己嘅時候，走神多數時候都係走咗神去思維同埋緊盯，又或者及時咁知道咗走神，咁樣就努力咁試圖去唔走神。緊盯啦，知道咗緊盯就努力咁試圖去唔緊盯。所有呢啲通通都係喺度做作。走神係屬於非福行，係喺度做作不善。緊盯係屬於福行，係做作善。做作善係冇辦法抵達涅槃嘅，做作善能夠生為人、天神或者梵天神，而努力咁樣去唔走神、唔緊盯，就係屬於福非福行，係做作不做作。總之，心一直都喺度不停咁樣做作，我哋需要及時咁去知道。